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委谢龙介日前率领所有台南市会国民党团的成员，宣布伫台南市要全面代收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连署书以后，今仔日议会国民党团进一步呼吁，只要认同反对独裁、反对政治力、介入司法的有志人士，拢欢迎来做罢免连署志工。国民党团伫个人力有够以后，嘛会扩大第2阶段的连署站，协助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
来到宜兰林边服务处，真侪社区妈妈甲职工，才来听出如何填写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联署书，嘛成为宜兰罢免站真好的政治职工。偏偏有民众未晓写，写唔对。当然，对着议会国民党团成员来讲，服务处就是理所当然的联署站。不过罢免进入第二阶段，未讲佫只是伫服务处等人来，所以党团进一步爱主动出击，到户外设联署站。当然，上要紧就是爱先招募志工的能力。民进党消灭啦！阮台南市党部，大家人含惊含出来，含上班就惊到要死。所以这个罢免重责，然后伫阮台南市国民党党团来担当这个责任。咱支持台湾民主政治，反对一党独大，而且少年人也是讲有志愿的人，欢迎甲阮国民党党团任何议员联络，来甲阮做志工，甲阮斗下手，来互咱台湾真真正正行入多党政治，毋是一党独大啦会中包括副书记长罗坤福、议员李忠诚、蔡忠豪以及议员王家珍、林美莲服务处代表拢到场声援，表示虽然民进党用司法来恐吓打击联署士气，不过愈打压，等到有更较侪人站出来，强调议会国民党团一定会协助市党部奋战到底。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一般咱伫个车路看到的青红灯，拢是黄的青红灯。毋过有时阵为了配合道路环境，或者是驾驶人的视线，就会改用直的青红灯。现主时因为安平永华路伫个进行监视期工程，所以交通局就临时使用直的青红灯。到底民众有啥物看法呢？咱对记者来去看卖。目前伫安平永华路顶，正咧施作监视器工程，在为了日后一并改成一项路顶和自家标志的共干路顶，将资讯整合，互用路人清楚。不过时间过程，原本大家熟悉彩黄的红青灯，却向向变成直的，嘛互驾驶无啥习惯，甚至第一时间唔知要安怎换。应该刚装，所以还不太习惯。我们会很错觉，但我们应该是在那边待转区，还是骑在那边？那边又是汽车道，我们可以骑在那边吗？我感觉差不多嘞，差不多嘛。事实上，以驾驶人的用路习惯以及驾驶人的视野本市其实台湾都普遍都是以横视为主。那直立式的部分主要是用来辅助驾驶人，利用在短街廓的部分，或者是那个为路口设置会影响视距的部分呢，我们才会来辅助设施。当然，依照道路规则，不管环还是直的拢会当，主要是因应道路环境的无同，还是驾驶反映用路的需求，经过主管机关确定，拢会当调整。其中特别的是，若只光圆形的车灯，倒弯的箭头无光，才会当转，就一定要知影答案。绿灯的部分，如果源头绿的部分，主要是直行左右右转都可以。那箭头的部分在这边的呼吁用路人绿灯箭头的部分就仅能依它绿灯箭头直行的方向来行进。虽然永华路为了施作共干路顶，现况的红车灯只是临时附挂，不过因为当地车流量真大，不管环直的，驾驶一定要看清楚号志才行。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八田雨衣建造嘉南大圳甲乌山头水库，灌溉15万公顷的农产，互嘉南平原变成台湾上大米仓。为了纪念八田技师过身83周年，市府农业局、六甲区公所、六甲农会以及冠生蔬果生产合作社的团队，做伙开发的八田岁月米5号正式启用。感谢八田雨衣对南台湾的贡献。市长委特表示，八田米不仅是台南出产的优质好米，在文化层面更是别具意涵。5月8日是八田鱼技师过身83周年纪念，伊对着台南以及嘉南平原上显见的贡献，就是近100年历史的乌山头水库甲嘉南大圳，透过这个灌溉系统，孕育出上好的台南米。因此特别号名八田岁月，象征八田雨衣甲这片土地所历经的岁月。
八田雨衣其实对于台南的贡献，以及对于嘉南平原的贡献非常之大。乌山头水库以及嘉南大镇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历史，90多年了哈。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能够持续。更重要的，在八田技师这个它的建造的水库跟灌溉管道哈，那能够孕育出来的最好的台南米，我们取名叫做八田米哈这个就是八田岁月，就是像八田雨衣所历经的岁月一样，灌溉了这片土地。那这个米是非常好的，好，那很多我们日本的朋友来到台南，我们送给他们，他们都知道这里面背后的故事后，都非常感动。记者会上，除了展出主角八田米以外，现场嘛布置了6角区特色农产的单位，有火鹤花、林荫蜜、祝连绳，还有6角区农会家政班炸来芳 Q 八田米寿司，以及新鲜的鲷鱼提供试食。咱讲今是6甲日啦，今咱的台湾道义，我们所有老师用我们的一个废弃的稻草，最干净的稻草，做成我们的祝连绳，也送给我们的这些日本的朋友，是一个祝福的意思祝连绳就用祈福祝福的意思。再来，我的左侧这边是我们6甲最美丽的火鹤花，相当的缤纷啦有各种颜色刚好我们下个礼拜也是母亲节，也感谢市长大力的一个推展咱这个火鹤啦，会当讲咱6甲，咱的台南几乎每个区公所、各个机关都送火鹤来，这火鹤代表热情，火鹤真的百搭啦经过这几年市长的大力推广之下，给咱恭喜慢慢的一个这样全台一个慢慢的一个把那个母亲节就是说来送火鹤是非常的一个吉祥。台南市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以及市场竞争力，并辅导农友导入优良品种栽种管理技术。八田米生产区域位伫咧乌山头水库流域，甲嘉南大圳水源头，使用清气无污染的水源灌溉，生产出高品质台南好米。农业局也继续开拓市场，将台南好米发扬光大，外销世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现主时北部有白沙屯妈祖盛景，伫咱台南市有城隍爷组织大游行。台湾府城隍庙结合府城300年，5月3号，组织专台在一间城隍庙举办府城隍巡社节，路线用旧城的轻卡来规划，经过4大古城门，象征守护城市甲百姓平安，展现宗教文化甲历史的意涵。虔诚恭请城隍爷上轿，现代市长与古代市长一起展开睽违19年的台湾府城隍庙巡城记。今年建庙356周年，结合府城建成300年，活动比以往更加盛大。有别于一般的热热闹闹之外呢，我们更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也期待市民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护持府城隍爷。这回邀请全台11间城隍庙大会师，包括都、府、州、县城隍爷一次到位。各大庙宇都搬出新奇的阵头以及文物，其中头一回南下的台北府城隍庙有7彩脸谱的钟馗，全台首义县城隍庙则是请出超过300年历史的5块自然神座，相当吸睛。府城隍巡城记，县城隍拿出了5块原始神座出来，记者现在就来亲身的来托教一段路。主人神的牌位，它是夏季、山川、洪武、雷神、甲神王5地，别人没有的，我们这一次特地要刚给请出来绕境，全然没有来这边绕境过。台湾就只有两个官方的，对，那所以说我们排第1阵嘛。入关安排别出心裁，城隍爷要真真正正的去巡城门，从大东门的迎春门走到大南门、岭南门，转往大西门、镇海门，最后从县城隍庙行军走到大北门、拱城门，由区长在行台接驾，全程12.7公里，总共走访31处宫庙和城门，地图上还结合文史地理资讯。路线和古早城门城壁的关系一般拢伫这张地图内面会当看会出来。互民众知影伊城的位置伫对搭，甲即个从咱遮有实体的城，就是东门城甲南门城，
无实体的就是一定拆除啊，就是西门城甲北门城。城隍有城墙与护城河之意，台湾府城隍庙希望透过绕境巡视城门，庇佑万民，同时回顾建城的历史，进一步体会城隍信仰所代表的守城精神。记者寿怀谈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金泉旺来，伫去年被日本茨城县采购作为学校营养午餐的食材。今年5月将再度销往日本。行政院农业部特别伫麻豆立恒牧场召开记者会，包括农业部政务处长吴忠义、市长黄伟铁拢特别出席，共同见证台湾由一个水果行销海外市场重要的里程碑。为推动国产的水果接近日本的市场。农业部农粮署在民国108年，甲日本茨城县立监市签订强化饮食甲文化交流发展合作的备忘录，6档来稳健推广，对金蕉、山野、文旦、甲旺来等，提供茨城县中小学营养午餐来使用。今年将由旺来拍头阵，上好由着农业部甲市府共同举行启航的仪式。等等。台湾凤梨学校日本公益学童营养午餐，正式起航。民国108年的时候第一次采购，然后一直到当时是1万根的香蕉，一直到去年，总共他们有18个市町村，6万3千个小朋友跟我们购买香蕉。那今天呢？今天是第2年，我们凤梨受到他们的青睐跟采购，有3万3千个学生在茨城县的5个市町村的92家中小学里面，要供应3万3700多位小朋友营养午餐。所以我们今年呢是透过凤梨来提供，那在年底的话也会继续供应这个香蕉。上午启航仪式包括农业部政务处长胡宗义、市长黄伟铁。还有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以及日本立监台湾办事处的处长，以启航的仪式，就选伫设有2年的绿园牧场。市长嘛感谢农业部大力的协助，将台南的优质农产品推销到国际。能够进到日本的营养午餐，也表示说日本政府对于这个品质以及它的安全性都肯定，要不然的话不可能进去。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农业部。那未来我们地方政府也会持续加紧努力，在许多的台湾好物方面，也可以提供出来给这个配合农业部跟外贸协会一起来进去日本的市场。台湾的水果供应日本茨城县的学童营养午餐，今年已经进入第7档，将由台湾的旺来率先启航，预计供应茨城县92间中小学校，采买将近3000公斤的台湾旺来。提供超过3万3千名的学童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渔光岛艺术节今年正式转型为渔光岛生活节。第一个礼拜用光华音乐节、甲市集、甲开事务。文化局统计表示，吸引超过10万人来到渔光岛，为了让游客有进岛仪式感。在地学生佮特别画制70面的鸟仔旗，非常的高水。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海边散步，侪侪少年人随着节奏跳动，渔光岛生活节正式登场。
亚洲嘉宾请来美食集团开唱，无法桥画出2天超过10万人。散场的时阵，渔光大桥的人潮非常壮观，甚至也搁发生人车争夺的状况。从礼拜6开始，一直到5月11号母亲节当天，一定会造成人山人海，欢迎大家一起来啊！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尤其今天来到渔光岛生活节，是可以说全龄的，男女老少都有，然后尤其很多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所以欢迎大家来哦！市长黄伟体嘛特别到场同欢，也搁预告5月10号到11号会当伫树林内底放空，边仔还搁有航安鸟充气装置，市集顶顶相当热闹。桥顶还搁有国小学生所画的70面高水鸡仔来迎接游客入岛。画星空啊，他画他拿手的这个鱼鳞，我们有拿破洞的树叶，然后盖在这边，然后我再画几只毛毛虫，就是要去吃它。孩子们也都很开心，因为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作品是能够在渔光大桥上旗海飘扬的。主题是岛风喵喵传，我们就希望可以把一些岛民或是来渔光岛上面的人的生活融入在其的创作里面。今年渔光岛艺术节转型做生活节路线，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现渔光岛自然地景、人文生态特色，为打造岛市的创意生活响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母亲节，台南市社福慈善协会结合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共同举办母亲节关怀绿色物资发放的活动。由协会理事长张美玲亲身带领协会干部团队20人来参与，共同为社会注入正能量甲温暖。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金携手台南市社福慈善协会4月上午伫陈廷辉、陈义金联合服务处举办母亲节关怀绿色物资发送活动，准备了300份民生物资，要来送予北国绿色家庭。希望伫母亲节进前为绿色族群送上实际帮助，甲这里的温馨祝福。西福慈善协会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做很多的公益活动，那这一次给我们服务处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来协助弱势，真的很感恩。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多的爱心，结合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一些弱势朋友不会感到孤单。特别感谢西福慈善协会张美玲理事长率领所有的团队还有很感谢我们的和泰产险我们的林荣惠部长率领20位志工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服务处来母亲节前夕关怀弱势的活动也期待说让所有的弱势家庭在母亲节前夕能够感受温暖。协会嘛希望透过这次甲陈廷辉、陈义金来联合关怀活动，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更多社会大众关注绿色族群的生活需求。这一次呢，特别选在北区这边由陈廷辉跟陈义珍议员来跟我们协助，一起来合办这样一个母亲节前夕的一个爱心的一个活动，希望借有这样的活动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大众对于弱势团体的一个低收入户的一个关注以及照顾。那我本身呢除了在协会任职常务理事以外呢，也在和泰产险，因此呢也邀请我们志工一起来共同响应这样的一个善举。社福慈善协会长期致力在关怀弱势、救难救助，未来也持续推动更多公益活动，让社会角落袂过孤单，共同传达爱甲希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另外，南区区公所为了感念妈妈的辛劳，嘛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南区区长肖秀华也致敬11位模范母亲，并拿个礼品，场面热烈又个温馨。由台城幼儿园早来温馨又搁活泼舞蹈表演，为台南市南区114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揭开序幕。今年11位获表扬妈妈是由里办公处以及社区发展协会所来推荐，分别是郭景珠、邱阿贵、朱成金、张尤秀楼、陈美芝、苏燕锦、林美丽、吴国春、张陈月花、方陈秀英、王素慧等11位模范母亲。好，微笑，妈妈在前面哦。
今天是我们南区母亲节的一个表扬活动。那这一次透过里办公处跟社区，一共推派了11位伟大的妈妈，今天要受理表扬。那最高领包括我们在心里的朱妈妈。那我想每一位妈妈都非常的辛苦。那通过这样子一个活动，那在这边特别感谢所有天下伟大的妈妈，大家辛苦了。那今年我们已经是第5年跟静心画艺设计王总监合作。那长期5年来，我想王总监对我们的活动都非常的一个支持。今年的母亲节表扬活动，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景星新奇公司、深成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也来小庭赞助礼品。尤其景星新奇更是连续5档提供精密实用礼物，送给每一位伟大妈妈。配合表扬模范母亲呢，我们今天也结合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呢，医美保健系的学生跟老师呢，来一起帮我们协助，来帮我们区公所的表扬妈妈他们先化妆，然后也有我们这次的协会也赞助一些我们妈妈的礼盒，好像一些花艺啦、花篮啦，那些保养品给妈妈带回去能够漂亮，然后水当当。为了让妈妈装水水上台领奖，公所也请来华医科大生医美容保健科系师生为妈妈来化妆。模范母亲朱成英甚至讲，距离伊顶摆化妆已经是60当前，看到家己变甲遐尔水，也互伊特别欢喜。你今有人帮你化妆哦？敢有？大家化无，我唔捌得化妆。唔捌咧化啊？化甲安尼有水无？你感觉有水无？有啊。欢喜啦吼，足久无化啊吼。足久无化，从家到今仔日。哦啊，自家到即马有几档啊？啊，这站都80几啦，足侪档啦，我靠，一家子啊，安尼。对啦，我们很开心能够跟南区区公所还有慈利协会来进行一个合作。那我们带学生来参加这个别具意义的母亲节表扬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利用他在学校所学习到的专业，然后让这些辛苦又伟大的妈妈们能够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展现亮丽的一面。区长肖秀华表示，每年公所精心规划母亲节表扬活动，感谢所有母亲对着家庭以及社会付出的慈爱，同时也传达感恩的心，并增进家庭互动感情。希望大家爱会记得关心家中的长辈，也祝贺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